大家好，歡迎收睇家國530。今日係3月5號嘅星期四，係我哋呢個禮拜試播嘅第2日。非常多謝大家支持收睇。下個禮拜家國530仍然係會喺禮拜2同埋禮拜4試播詳盡新聞，希望大家繼續收睇，向我哋多提意見。530試播嘅日期係清清楚楚㗎，不過呢個世界有好多嘢係唔清唔楚㗎，其中包括咗呢一場美伊戰爭。我哋嘅總理卡尼今日話，加拿大係唔會排除參加美伊戰爭嘅可能性，不過係唔係會參加呢？佢又話呢個係一個假設性嘅問題。研究國際事務嘅學者話，美國喺呢場戰爭裏邊嘅戰略目標，一時話係要政權更替，一時又話係穩定局勢，令到大家盟友都唔知佢想點。對住呢種情況，所以我哋嘅總理卡尼而家就係用模棱兩可去應對特朗普嘅唔清唔楚啦。經歷咗一個幾凍同幾多雪嘅冬天之後，多倫多呢個週末嘅氣溫預計將會明顯回暖，最高氣溫可能升至雙位數。CP24 氣象學家庫爾特就表示，呢個星期六嘅最高氣溫預計將會達到攝氏16度。不過暖還暖，但係當日仍然可能出現零星陣雨，並且有較強嘅陣風。到咗星期日，氣溫將會略有回落，但係仍然維持喺雙位數水平。預計最高氣溫達到攝氏10度。溫和天氣將會持續到下個禮拜1到禮拜3，氣溫預計唔會低於攝氏12度。但係到咗下個週末咯，又會嚟了。氣溫預計會再次回落到冬季水平，並且可能出現冬季型降水。大家喺呢幾日就不妨享受一下類似春天嘅天氣，但係暫時就唔好將雪具收起嚟。天氣預報顯示，星期4晚可能出現陣雨，並且喺晚間出現凍嘅毛毛雨。星期5預計多雲，晚間將出現陣雨。而當日下晝嘅最高氣溫係攝氏3度，晚間就會升至到攝氏5度。而家去超市買嘢要用1蚊銀解鎖一部購物車，好多人都嫌煩。但係如果要你交出100蚊嘅保證金先能夠攞到購物車嘅話，你就更煩。俾100蚊按金先攞到購物車嘅情況，可能喺賓頓市出現，因為當地嘅市政府喺今年2月討論2026年度預算嘅時候，通過一項收費措施，就係每發現一部被遺棄喺市內各地嘅購物車，相關嘅商店都需要支付100蚊。咁係因為市府要處理街上被人遺棄嘅購物車。喺印裔居民較多嘅賓頓市超級市場或者商戶用嘅購物車喺市內俾人劈到周街都係，要市府逐一回收，而用嘅都係納稅人嘅錢。而家市府已經忍無可忍，實行推出罰款政策。市議員桑托斯就表示，市府工作人員外出回收同存放購物車都要錢，而呢啲原本係屬於商家嘅物品，納稅人唔應該為咗回收呢啲購物車而埋單。根據新措施，當市府人員喺行人路、公園、巴士站或者係溪流旁邊等公共場所發現被遺棄嘅購物車，並能夠確認佢所屬商家嘅時候，就可以向嗰個商家收取100蚊嘅回收費。據市府接到嘅服務投訴估算，每年有400至500部購物車被遺棄喺市內各個地方。桑托斯指出，賓頓市嘅沃爾瑪門店都安裝咗需要投幣先能夠解鎖嘅購物車鎖定裝置，但係實際執行並不一致。有啲零售商就用地理圍欄技術鎖車，令到購物車推唔出門口，而其他零售商就會聘用承包商定期回收購物車。不過佢認為呢一種做法並唔足夠，仲覺得商家推卸責任。佢話就話有承包商定期回收，但係佢哋點知道購物車喺邊？好多時候都係居民投訴之後先發現，況且佢哋未必能夠即時回收。但係罰錢係唔係就可以解決問題呢？如果我係商家，架購物車上面我一定唔會整上自己鋪頭嘅標誌，咁市政府又去邊度揾人收錢呢？做嘢最怕就係唔清唔楚。
問題就係好多嘢佢又真係會唔清唔楚。咁唔清唔楚嘅嘢要點做呢？原來有一種方法㗎，就係用唔清唔楚去應對唔清唔楚。就好似總理卡尼今日話，加拿大唔會完全排除未來喺軍事上參與美伊衝突嘅可能性一樣。卡尼今日同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話，隨住中東局勢不斷升級，加拿大唔能夠完全排除未來喺軍事上參與美伊衝突嘅可能性。不過佢又話，加拿大未來會唔會介入美伊衝突，目前仍然屬於假設性嘅問題。局勢確實存在迅速擴大嘅風險，所以加拿大又唔會完全排除參與嘅可能性。喺適當嘅情況底下，卡尼話佢會同盟友並肩而立。跟住佢又兜翻住嚟講啦，美國同以色列之前採取嘅一啲進攻行動係喺冇同加拿大或者其他盟友協商嘅情況底下進行㗎。當被問到會唔會呼籲停火嘅時候，卡尼話首先就需要緩和局勢，並且停止針對平民同埋民用基礎設施嘅攻擊。至於係咪應該喺最初聲明裏邊就呼籲將衝突降級呢？卡尼回應話：咁又唔得喎，呢個係一個極其複雜而且不斷變化嘅局勢。但係加拿大始終係堅持一個基本原則，就係伊朗唔應該擁有核武器。卡爾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漢普森就話：加拿大仍然可能會喺特朗普政府或者海灣國家嘅壓力底下被捲入呢一次嘅衝突。卡尼目前採取嘅係一種精心保持模糊嘅策略，即係用模棱兩可嘅方法，試圖淡化早前對戰爭嘅支持，亦都避免激嬲華盛頓。而另一位防務專家蔡德曼就認為，卡尼嘅態度變化，亦都同美國政府自己唔明確嘅立場有關。佢話：美國政府對軍事行動嘅目標係喺度不斷變化，由政權更替到局勢穩定，呢個令到盟友係好難判斷佢嘅真實戰略係乜嘢嘢嘅。卡尼就可能會意識到美國自己都唔係好清楚要做啲乜嘢，所以佢希望同呢場戰爭保持住一個距離，用一種唔清唔楚嘅方法應對翻美國嗰種唔清唔楚嘅目標。專家指出，如果加拿大未來參與行動，最有可能嘅形式就係派遣海軍參與護航任務。全個世界20%嘅石油同埋液化天然氣係需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嘅，而伊朗曾經威脅要封鎖呢個航道。漢普森認為，美國可能要求包括加拿大在內嘅盟友提供海軍力量協助護航，而唔一定要求大家參與直接嘅軍事打擊。安省尼亞加拉地區一對夫婦 Christine 同老公雷奧原本計劃為佢哋一間位於湖畔嘅住宅進行簡單翻建，但係施工期間意外發現疑似原住民祖先遺骸，事件可能令佢哋要承擔高達幾十萬蚊嘅考古費。兩夫婦喺疫情期間買入一棟平房，計劃將佢擴建成為度假屋。佢哋喺得到鎮政府批准之後，就拆除舊屋並開始施工。但係工程開始咗幾日之後，工頭就打電話嚟話發現人類遺骸。警方到場調查確認遺骸同刑事案件無關。之後省府官員就通知佢哋遺骸好可能係屬於原住民祖先。專家後來就判斷遺骸有1000年歷史，屬於一個年約20歲嘅年輕男子。據安省殯葬、埋葬及火化服務法簡稱 FBCSA，當發現可能嘅人類遺骸嘅時候，土地持有人就必須啟動墓地調查，要求業主聘請持牌考古學家對遺址來源、範圍同遺骸處理方式進行調查。夫婦兩個人收到一份考古公司報價，需要6個工作人員持續27日對100平方米嘅土地進行篩查，同時仲需要原住民社區代表監督。預計費用係319000蚊，30幾萬都只係起跳價。省府仲建議喺遺骸周圍再挖5米緩衝區，確保冇遺漏。如果發現更多遺骸，呢筆費用分分鐘增加去到100萬。根據法律，如果業主能夠證明調查費用造成過度嘅經濟負擔，可以向省府申請財政援助。
但係法律就冇明確規定評估嘅標準。兩夫婦已經喺2024年10月提交有關申請，但係到而家都未有回音。Christine 話：佢哋為咗呢件事食唔安瞓唔落，真係有苦自己知。佢哋而家可以做嘅就係等，所有其他人生計劃都好似翻建工程咁樣要叫停。考古監督員希爾蒙圖爾就認為，將高昂嘅考古費用完全轉嫁俾業主並唔合理。佢擔心業主為咗避免承擔高昂嘅考古費，即使有發現亦都會隱瞞事實。溫哥華星期二晚上空爆發火球，引起網民熱議。美國太空總署證實，當時一粒流星以大約100倍音速掠過溫哥華都會區夜空，引發火球音爆。但係唔好以為流星好大粒先至造成咁大音爆，其實估計大溫嘅流星可能只有幾寸或者10-20寸大，嚴格嚟講可能只係流星碎片。太空總署喺一份聲明中證實，星期二晚上9點幾，太平洋西北地區上空發現流星。聲明話，根據美國流星協會以及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嘅衛星數據，流星最近大溫嘅係喺高桂林上空約98公里，以時速11.9萬公里掠過，即係每秒鐘飛行33公里，大約等於超音速100倍，飛行咗71公里，喺卑斯格林曼特爾山上空約65公里解體。流星爆發出火球同埋音爆，大溫以至美國華盛頓州北部唔少居民都聽到或者見到火光。溫哥華 HR 麥克米倫太空中心嘅昂格爾表示，呢一類事件時有發生，罕見之處係喺人口稠密嘅地區發生音爆。佢估計周二晚嘅流星大約係4寸至20幾寸大。流星咁細而喺上空100公里掠過，造成咁大效果，原因係速度好快。如果再近啲地球，可能會造成破壞。13年前，一粒更大約有60尺嘅流星喺俄羅斯上空掠過，流星距離地面有20公里，但係造成嘅音爆震碎玻璃，有3000建築物受損，1200人受傷。同流星掠過大溫一樣，俄羅斯嘅流星事前都冇任何警告。喺卑斯，如果發生車禍，司機肇事不顧而去，被撞嘅一方如果冇盡力去揾負責嘅司機，係唔會獲得賠償。一宗係8年前發生嘅肇事不顧而去車禍，高等法院判處卑斯保險 ICBC 可以用呢一個理由拒絕賠償。不過上訴法庭站喺索償嘅一方，最近判處將案件發還高等法院重審。車禍發生喺2019年2月3日凌晨4點，喺本拿比市，一輛報失嘅貨車衝紅燈攔腰撞到一輛汽車後逃去，被撞汽車上邊3個人受傷，由救護車送醫院救治。皇家騎警曾經喺現場調查同搜索，但係揾唔到司機，1個星期之後結案。卑斯保險以傷者冇盡力去揾肇事不顧而去嘅司機拒絕賠償，話索賠嘅一方喺1年之後先至喺車禍現場附近張貼告示揾消息，錯失揾到負責司機嘅良機，太遲等於冇盡力。索賠嘅一方話，車禍後佢哋被送往醫院救治，警察話調查有需要嘅時候會聯絡佢哋，但係警察一直冇同佢哋聯絡。上訴法庭推翻原審法庭判決，認為原審法官判決錯誤，指索償人如果早啲張貼告示，可能會有大啲機會揾到司機，純屬揣測。又話警察經過廣泛刑事調查都揾唔到肇事嘅司機，你叫一般市民點樣去揾？於是將案件發還重審。多倫多明日早上氣溫有1度，體感有如-4度，晚間最低氣溫有3度，體感有0度。後日早上氣溫攝氏為8度，
體感有如5度；而溫哥華明日早上氣溫攝氏6度，體感溫度有4度；晚上最低氣溫有7度，體感溫度有5度；後日早上氣溫攝氏8度。今日係農曆24節氣裏邊嘅驚蟄，唔少香港市民同遊客都嚟到銅鑼灣鵝頸橋底打小人，現場人頭湧湧，一度有超過100人喺度等啊！嗱，打小人係一個傳統嘅習俗，雖然隨時都可以打小人㗎，不過正日就係驚蟄，因為呢一日象徵春天嚟啦，春雷開始驚動大地，萬物復甦。所以呢個時候可能啲小人都趷個頭出嚟，所以呢個時候去打佢就最有效啦。香港打小人嘅地方係以銅鑼灣嘅鵝頸橋最有名。嗱，你可以揾人用拖鞋、木屐，總之就係鞋底有咁大力，得咁大力打嗰啲小人，將啲小人打走，趕走啲唔順利，迎接一年嘅好運。而喺鵝頸橋有正式攤位同人打小人嗰啲打手啊，係要有政府批出牌照先可以做㗎。據講每個打手打小人收費都一樣㗎啦，一次港幣50蚊。但係打小人有4樣嘢你要留意嘅喎，就係第一，你唔可以指名道姓打邊個，咁樣會損陰德折福嘅。第二，打小人嘅對象唔可以打孕婦，孕婦亦都唔可以去打小人。第三，打小人嘅時候，千祈唔好俾嗰隻鞋打到你自己個影。如果唔係，打嗰個小人頭、打嗰個小人腳嘅時候，就打埋你個頭、打埋你隻腳，影響你個運勢啦。第4樣嘢，嗱，打完小人嗰隻鞋、衣紙呢啲物品，全部要掉晒佢，千祈唔好帶返屋企。如果唔係，衰運都會帶埋返去㗎。中國人學男女結婚，好多時都會用跨鳳成龍去恭祝男方。對鍾培生呢個富三代嚟講，為咗要達到跨鳳成龍嘅目的，佢先嚟搞一場大龍鳳求婚。琴晚喺冇預警嘅情況底下，佢向最年輕區議員莊雅婷求婚成功。求婚過程動用咗唔少人力、物力同埋財力，以電影級嘅規格打造求婚儀式。曾經同林作進行拳擊牙交戰嘅鍾培生，佢琴晚整個嘅求婚策劃都係由專業電影團隊聯同動作特技組策劃㗎。喺佢淺水灣間大屋裏邊搭建威亞裝置，挑戰高難度高空鏡頭。鍾培生之所以被稱為富三代，係因為佢阿爺鍾江海係工廠大廈大王，創辦上市公司華夏置業，家族從事物業投資，手裏邊持有唔少嘅商業大廈、工廠大廈同埋住宅。媒體粗略估計佢嘅身家係超過100億。但係鍾培生一向對銀行或者地產業並冇太大興趣，反而鍾情打機，並且喺2013年開始咗香港第一間嘅電競有限公司。而年僅25歲嘅準新娘莊雅婷喺2023年喺北京大學取得學士學位之後就返嚟香港，同年底獲政府委任為西貢區議員，成為本屆區議會裏邊最年輕嘅議員。莊雅婷廣為人知嘅一件事就係佢曾經報名參加2025香港小姐競選，並且現身首輪面試。不過佢個區議員身份惹嚟質疑，喺龐大輿論壓力底下，佢最終宣布退選。如果喜歡我哋嘅頻道，請訂閱、讚好及留言，多謝支持。